準備嚟潮州一日遊，跟住我帶你由牌坊街由街頭食到街尾，由朝早玩到夜晚。一朝早我哋先去飲杯咖啡，呢杯海鹽維也納一試難忘，用海鹽打成嘅泡，有少少鹽味，再加埋咖啡，非常之好飲。再食埋呢個你以為係開心果，但係其實用海鹽做嘅芝士蛋糕。食完甜品去試下潮州好出名嘅腐乳雞翼，外皮炸到嗦嗦聲好脆，入邊啲肉仲好嫩，仲有油香。只係略嫌腐乳味唔夠濃。潮州杏仁茶都好出名，又結又香，而且仲好滑，唔會太甜，同香港食嘅杏仁茶係完全唔同，一定要嚟試下。潮汕牛丸都好出名，試咗呢一間上過央視嘅牛肉丸，5蚊3粒，好抵食。夜晚仲試咗另一間牛肉丸，冇諗到佢嘅牛雜係仲出色，蘿蔔嗦晒啲汁又腍又好味。晚餐食咗潮汕牛肉火鍋，全部都好有牛香，唔點醬都好好味。除咗食嘢，嚟潮州都一定要去廣濟橋，朝早同晏晝都可以欣賞過河拆橋嘅壯觀。記得要去埋對面嘅韓文公祠，了解韓愈點樣用8個月改變潮州過百年嘅歷史。夜晚8點鐘，廣濟橋仲有燈光 show， 之後翻去牌坊街睇街頭英歌舞表演，氣氛超好。想了解更多關於今集嘅行程，留言110 send 俾你。